件呢是完全不一样，它是开叉。好好看、哦。开叉不一样的感觉，粉色跟奶油色两个颜色，然后它也是那个妮娅跟 Luna 姐姐的意思就对了。然后它这里呢有做这个，对，我就在说这一牌子好特别，它就是开叉，想让你忽视它这里有开叉。对，然后它的这种对应色哦，这里做紫色，这里也做紫色，然后它的粉色也很可爱，粉色然后就做粉色这样子。哎，它好可爱啊！它真的很可爱，它有穿衣服哎。对，这个 T 恤的面料我跟大家保证，我觉得它是完全就是品牌，然后不会有任何就是让你觉得就是好像我洗一洗就烂了，洗一洗就薄了。对，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它就是不会薄啊，因为薄了你可能就会偏肉。对，因为像我们这种有肉的，有3层几层的，就不喜欢穿那种贴的。对，就是这种磅数的，就是很适合我们这些肉的。